师弟，你没事吧？师兄刚刚接到南明岛的消息，正要带人去接应你了。这位是？啊，此前我被2名逆星盟修士追杀，多亏这位韩道友出手相助。他的洞府就在天星城，让他进城没问题吧？既然是灵师弟的朋友，自然不成问题。灵师弟，你可有受伤？啊，无妨，只是受了那2人一击。但我有法宝护身，并无大碍。哦，我这有秘制的天灵丹，你快些服下，免得伤了元气啊！快！谢师兄赠养。我还要先去宫内回禀南明岛之事，就麻烦师兄帮我送韩道友进城吧。放心，放心，没问题。这个家伙怎么回事啊？一副吃相，不会真的……哎，算了，我不懂。韩道友，林某还有公务在身，此番怠慢。此次承蒙道友施以援手，且容日后相信。林道友莫要客气，大战在即，公务要紧。